今日咧就嚟到將軍澳香港第一間嘅中醫醫院。咁我自己喺網上呢用手機程式咧就預約，都要2至3個禮拜嘅。啲程式預約咗咧就真係好方便，嚟到咧你攞個籌，咁跟住咧第一次所有人登記咧都一定係全科噶啦，睇咗全科先，跟住咧佢哋知道你嘅情況咧。打後你再覆診係咪需要去再專科呢？咁佢哋會有其他嘅跟進嘅。咁好多公公婆婆咧嚟到咧就以為可以即刻嚟睇嘅，其實係唔得㗎嚇，真係冇得即刻上門睇嘅，一定要網上預約啦。咁同埋嚟到咧，佢俾錢咧都係全部用電子支付嘅。咁對於我哋就比較簡單啦，係啦，即係你信用卡啊、支付寶啊、微信啊，全部都可以俾得到。但係對於啲公公婆婆佢哋要俾現金嘅話咧，佢就要親身再行遠少少去繳費處俾咗錢，咁先至會叫登記咗嘅。咁不過整體嚟講咧，我覺得都係好先進啦，同埋人流唔多，因為全部都係預約噶嘛，咁所以嗰個空間感非常好，整體好舒服嘅。俾咗180蚊之後咧，咁跟住姑娘就會同我量血壓啦，係啦，度即係心啊各樣嘢，跟住就問我簡單嘅病歷。咁我講完簡單嘅病歷之後咧，護理員咧佢都知，咦，因為我有類風濕喎，又加上即係更年期啊，即係好多問題，咁佢就知係比較複雜。咁佢就話你識唔識聽普通話啊？如果你識聽普通話咧，我哋有個比較資深嘅醫師咧，即係適合你嘅。咁我覺得 OK 啦，即係雖然我自己唔識講嚇，我話最緊要嘅醫師聽得明啫。咁佢哋都好好，有一個護理員咧跟埋我入去，即係類似好似姑娘咁啦，佢會可以即時幫我翻譯啊。咁我就講我類風濕啊嘅情況，同埋近排有咩唔舒服啊嘅情況講俾你聽，一路傾一路問問題啊，斷症咧，其實整個過程都有30分鐘好仔細。我覺得個醫師咁同埋個醫師都覺到我而家係咩問題咁亦都好有信心，就係你飲完呢7日藥咧，就應該冇加夜晚黑嗰個瞓覺嘅唔舒服嘅問題。咁呢7日藥咧就跟住出去，我哋又係用電子支付啦，俾完錢之後咧，跟住喺藥房睇到 number， 自己行埋就咁攞就得噶啦好方便。咁同埋咧藥咧都有得俾你揀嘅，你中意煲嘅佢係俾煲嗰啲你中意好似我簡單沖粉嘅藥劑嘅，即係懶啊嘛，咁有得沖粉嘅，有得揀。7日藥大家估下幾多錢？170蚊，哇，真係超值！本身嚟登記診金係180，加埋咧先至係350蚊，我覺得真係超值，值得大家嚟掛號試試。例如好似我呢啲咧咁複雜病情嗰啲咧，能夠即係有一個即係醫師啦，佢講普通話，我相信佢哋都喺國內請落嚟噶啦咁咧就都幾有信心咯。我同佢傾偈嘅時候咁同埋你睇完之後咧，覆唔覆診係你自己決定嘅佢唔會好似以往啲診所你幾時幾號覆診冇嘅你自己想需要覆診嘅，食完啲藥你覺得 OK 嘅，你就自己喺網上用翻手機自己 book 咁不過而家網上 book 預約都好啦，都要去到2月幾㗎啦我鼓勵大家可以嚟試下即係無論你話輕症定重症特別我呢啲咁複雜病情嗰啲咧，我覺得以咁嘅價錢就真係超值，同埋整體成個過程咧，我係 book 2點15分，我4點鐘完成，大約係即係2個鐘頭之內咯，而整體嘅感覺係好舒服嘅好悠閒。空間感非常好，呢度裝修好靚。雖然仍然有好多維修人員喺度仲裝修緊㗎不過完全冇影響嘅整體非常好。咁鼓勵大家，如果身體唔好，病向淺中醫，中西醫都好啦，早啲醫。我覺得呢個中醫醫院係一個好好嘅體驗。咁大家可以喺網上預約之後呢，就搭地鐵嚟到調景嶺，跟住呢 A 出口，跟住就有巴士。或者 van 仔係啦，咁搭過嚟15分鐘左右啦，咁就到醫院噶啦。我覺得都好方便。本身嗰架巴士應該喺蘇屋村嗰邊嚟嘅，中間都經過旺角好多個地區都有，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喺網上去睇睇嘅。
鼓勵大家新一年2026年有更加健康嘅身體啊！下次見。